多元文化的热情岛屿。台湾是一座充满热情的岛屿，在族群和语言上有多元的文化特色。有很多原因造成台湾变成一个文化丰富的地方。在17世纪以前，台湾的原住民已经在这里生活，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传统文化。后来，荷兰人和西班牙人来到台湾，接着郑成功来到这里，建立了新的统治政府。清朝时期，许多中国沿海的居民移民到台湾，带来了不同的语言和文化。1895年，台湾因为甲午战争被割让给日本，日本政府开始影响台湾的语言和生活方式。1945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台湾由中国政府管理。到了1990年代，台湾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跨国婚姻和外籍移工。近年来，许多外国学生来台湾学习，这让台湾的族群变得更加多元。在语言方面，台湾的语言政策也经历了许多变化。过去，政府曾经推动说国语、禁方言的政策，希望大家都使用国语。可是，随着本土文化意识的抬头，政府开始重视本土语言，例如闽南语、客家话和原住民语。现在，这些语言已经成为学校课程的一部分，也让台湾的语言更加丰富。因为这些历史和文化的发展，今天的台湾是一个拥有多元文化与语言的地方，人们可以在这里体验不同的文化特色。